2、1，我哋而家起飛啦！無人機起飛之後就會開始同時拍攝影片同埋照片。各位台上嘉賓亦都望住佢笑啦，我哋一齊俾個 like 先。記者朋友都可以一齊對呢邊嘅特別嘅畫面。各位都可以見到無人機鏡頭拍攝嘅影像，用無人機進行航拍都係打造低空者嚟。呢架無人機可以應付用家，按一個掣，無人機就可以為用家拍攝影片。我非常唔該曬曬。手機上一條有影分析嘅情況先可以跟住你喺前後左右進行嚇。我哋多謝曬各位嘉賓，歡迎各位嘉賓同媒體朋友參觀展商嘅科技產品方案，多謝各位。好，各位傳媒朋友都可以去右手邊嘅展商位置繼續參觀。我哋應該係黑色喎，但係應用佢哋 lock in 先，不過你 lock in 咗先，係咪喎？我幫訂咧 lock in 先。我哋真係用佢㗎啦呢個，唔踢嘅，唔踢嘅。接觸佢改數。係咯。喂，各位大家可以過嚟我呢邊，係各位傳媒朋友可以過嚟我哋呢邊。大家好，今年 Innovex 有5個主題，分別係人工智能、機器人、網絡安全、智慧出行同埋低空經濟。接住落嚟，我哋邀請咗幾家展商就住呢幾個主題去做一啲嘅展示。咁啊，首先會係 TP Technology 去展示佢哋機器人方面。各位長官、各位現場朋友，大家好，我哋係 TP Technology 啦。咁我哋係一間香港嘅機械手臂嘅代理公司。咁我哋除咗代理歐洲嘅機械手臂啦，嚟自美洲嘅夾爪啦，同埋嚟自中國大陸我哋自己生產嘅自動導航車。咁我哋現在服務喺香港嘅大學同埋科研單位，為佢哋提供呢個機械手啦，同埋呢個維修嘅方案。另外一樣嘢，我哋都為業界咧提供整體嘅方案，因為業界佢可能有一個 project 係想用機械手，但係佢亦都想搭配一個中國人嘅機械手。咁你會見到其實部車都係我哋香港嘅團隊啦，為客戶做嘅方案。咁令到我哋業界咧可以減少人手啦，或者增加產量。我哋係一個訂製嘅公司，係一間 automation 嘅 system integrator。冇錯，我哋喺深圳亦都有團隊去做一啲特別係呢啲五零嘅加工啦，我哋香港好有興趣做。咁我哋喺中國大陸做program 嘅部分咧，我哋都請大陸嘅同事去幫我哋做。我哋喺香港每一間大學都係我哋嘅客戶啦，咁我哋提供呢個機械手臂俾我哋嘅同學仔啦。咁我亦都有我哋專業嘅技術同事咧，會配套佢哋去做佢哋嘅研究。咁亦都有啲業界嘅人話：我哋唔做研究，我哋淨係買部機，咁成個機我哋都會幫佢做。咁係由設計去到落地都做到。冇錯。好，接住落嚟，我哋有 Zero Robotics 去展示佢嘅低空經濟方案。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哋呢隻咧就係我哋代表 Hoover 咧，就係有兩隻 model 啦。我哋有一隻叫做 Hoover Smart 嘅，同埋啱啱咧就喺度自拍嗰隻咧就叫 Hoover Pro 嘅。咁呢兩隻咧都係第一隻發明出嚟嘅係真人嘅自拍相機啦。我哋唔係叫佢做一隻航拍機，我哋叫一隻自拍相機，因為咧譬如去旅行啊，或者你去任何地方咧，佢跟住嚟。咁佢啱啱令到咧點解佢咁穩定咧？
其實佢會用住個人嘅印象，嗰個顏色咁同埋咧就係佢會跟住你拍嘅。咁咧最高咧就係去到8K 嘅質素啦。咁呢隻咧就係叫可以去到8K嘅。咁啊全世界第一隻可以貼得埋嘅，可以擺落嗰個袋度嘅8K 嘅無人機嚟嘅。平時唔知你有冇去滑雪咧？如果滑雪嘅話，帶俾你流啦，咁你就可以咧袋喺個袋度，係啦，揩水就完全冇問題嘅。咁同埋咧，佢有個 beacon 咧，就係一個跟蹤器嘅。咁呢個跟蹤器咧，你就掛喺你個滑雪嗰件衫度啦。咁之後佢會跟住我哋去滑到40幾公里咧，佢都可以係啦，冇錯，係啦，跟住。咁佢內置咧就有震動啦，咁即係都可以加到1T 嘅1T卡入去嘅，即係最輕最細嘅。係啦，啱啦。以前咧一隻咧打到10零分鐘，但係咧佢每次你拍嗰陣時咧，其實都好少少，你可以拍幾百上去。單車可以經常啦，我哋喺譬如喺好多地方選擇啊，包括喺其他嘅。我哋就代表 Uber 嘅，咁咧就係我哋呢個咧就係邀請嚟呢個 business，咁當然希望可以接觸多啲外國人啦，咁我就咁呢個係佢哋發明出嚟嘅，佢招收而家我哋咧係好。藍色嘢都第一 round， 休息一陣，我哋預備第2 round。第2 round 啊！上一陣會對贏埋第2 round 咯，你哋可以講得頭，幫你哋拍。OK， 我都等先，我等先，OK。街霸。好，接住落嚟，我哋有 Astrid 係啦，為大家介紹佢哋嘅威勇編製方案。三位好，我係潘榮基，大家好。咁但係我哋就融入咗 S 自己自主研發嘅風水啦、定位啦，同埋一啲多粉絲智能嘅一啲技術。其實我都已經係一個幾成熟嘅技術嚟嘅，但係喺每一個場景嗰個應用裏面都要有一啲特色。我哋以前我哋做得比較前嘅幾裏面，包括通訊定位以及你見到啲係話呢啲嘅問題。咁最近咧接觸好多產業公司啦，同埋相關部門，有好多考慮嘅問題就係，咁如果我哋飛嘅時候，我點樣同個無人機繼續保持可靠嘅通訊，去到控制到同埋去到監管到，同埋知道佢實時嗰啲狀況咧，咁就有個通訊嘅問題。咁如果去到飛到咧，佢香港全世界都知啦，比較多。同埋我最近知道一個新嘅問題就係原來一啲監察嘅雷達等等系統咧，喺一啲多反射嘅環境裏邊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朋友。
咁我哋咧就會希望通過其他嘅 IC 去到喺呢啲市面上面風格嘅地方，去到補足一啲新型嘅事情。咁再講翻呢一位咧，我哋想要做好聽啲嘅話，要無啲單機嘅一啲分解嘅一啲智能啊、導航嘅工作，亦都要再要配合相應嘅一啲基建嘅設施。咁我哋亦都喺中間方案裏邊咧做緊呢啲研究。係。有係關於有個 case 做緊，咁其中一個希望做到嘅 use case 係上面，但係亦都要考慮到實際落地嘅時候嘅一啲嘅程度啊。呢個更有時去到優化嘅，因為要考慮好多三個規定，因為呢個我認為就係因為經濟程度啦，要針對實際環境，我哋有個各種嘅優化。咁只要佢有個環境方面有一啲大嘅都適合香港嘅一啲環境要做一啲調整，呢個係由大去到針對佢一啲唔同嘅優化。我想賣少少廣告，因為今年咧係 S 25週年，我哋今年喺個 booth 嗰度咧係有時裝隧道，咁就會有好似有香港科大25週年會有我哋啲嘅咁到時你就可以過嚟睇下。25週年，我哋第一隻呢條時裝隧道，係啊，個 InnoX 個 booth 嗰度。好，跟住落嚟，我哋會有啲 KGI 為大家介紹佢哋嘅高智能方案。係 Tommy 嗰邊，係我係 Hong Kong Light 嘅 CEO Sarah。咁我大啲聲啊，因為後邊我睇到好多人啊，我用普通話來說啊，歡迎大家來到 Hong Kong Light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心啊，我是 CEO Sarah。這一次的創科展是 Hong Kong Light 的第二次參展。那在去年參展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才剛剛開始，我們是2023年10月份成立的。但是今年參展，我們已然有了香港本土的大模型，而且在這個大模型上，我們又有了好多的垂類的應用。在 DPO 的親自指導和大力協助下，現在這些垂類的應用將會滲透到香港市民的點點滴滴。我們希望是香港市民從早到晚都有一個 AI 陪伴 AI Body， 所以這一次創科展也是Hong Kong Light的第一次把 slogan 對外公布，我們希望做香港市民的好陪伴通過大模型和通過大模型的應用，能夠真的幫助香港的市民生活方式更加愉快，工作效率更加高效。我們看一下。那Hong Kong Light的簡介呢？我們是23年10月，是InnoHK旗下專門做 AI 甚至是人工智能的研發中心。往下，有香港科大的牽頭，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3年和24年的特别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里面都有专门提到，所以在大模型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咱们香港人要有香港人自己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它的首先光光在是香港唯一的大模型。那么其次，为什么要有自己的大模型呢？因为它和 ChatGPT， 它和 DeepSeek 会有哪些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香港一国两制的价值观，是我们有我们香港最多的数据库、最全的知识库。这些都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给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大模型，因为大模型就是算力、算法、大数据，我们有我们专属的最海量的、颗粒度最细的香港大数据。第三，我们也希望康康盖不仅仅服务香港，更多的将来走出去服务6500万的华人华侨。第四呢，是我们希望做的这个谷歌大模型上面做出来更多更适合香港老百姓人间烟火的应用，而且把生态做起来，尤其是把香港的 AI 人才能够培养起来，树人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长期主义的。下一页。那这里也可以看到2月25号我们才对外发布了康康盖的 V1 大模型。这是我们第一个对 DeepSeek 671B 进行了全参数的微调，目前每天我们都在进行敏捷开发，在对它进行高频的训练。往下。那么这里今天特别希望是先给大家展示我们5个垂类应用，而在创科展当天，我们会正式的除了这5个垂类应用，还会向大家公开1到2个可能是现象里的只有香港市民都会用的一个产品，我们留个彩蛋先给大家看看港化分，看完这5个 demo，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对它有一个了解。这港化分呢，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是香港的 ChatGPT， 港版的 ChatGPT， 你可以问路，也可以找吃的，可以問我揾食，邊度嘅菠蘿包更加好味，剛剛有邊個嘅嘢，這個隨便問，它都會有非常詳細的路徑規劃給大家。下一頁。而且這個裡面是把我們的粵語的語料都餵給了它。什麼點個碌蔗等等這些，你問他語音問，他會語音回。那麼港人通目前是香港港府的公務員將近1萬名公務員都在用，70多個政府部門都在用它幹嘛？功能寫作，用它來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用這個呢，其實我們老百姓也都可以把這個港人通用起來，寫什麼都可以。下一個。港會通，老百姓要不要開會？其實會議的形式是各種的。如果用好港會通，它不僅可以進行全程的記錄，它更加可以進行價值提煉。開完會它可以人身登錄，而且能夠把這個會到底到了後，大家接下來怎麼跟怎麼合作，把會議資料直接生成。下一個，港法通，這個我們希望能夠為香港的市民直接。可以用 AI 去生成各種合同、各種文本，具備法律的屬性的專業知識的。其實他就希望能夠給到香港市民做一個專業的律師助理、專業的法律顧問。OK， 下一個。港環通，我們的環境報告，哪條街在哪個區域，現在的空氣指數怎麼樣，污水怎麼樣？環評報告就可以通過我們港環通來進行生成，所以綜上所述這5個垂類應用，就可以看到，對於老百姓而言，從早到晚，你要問路，你要找吃的，你要開會，你要生成合同，你要想看看環境指數等等這些，都可以陪伴到大家點點滴滴。好，我就介紹到這，希望康康蓋成為大家的好陪伴。我試下呢個，好，之後我哋有產品可靠性系統安全研發中心為大家展示
慧出行方案。大家好，我係阿 Fish 啦，咁就係阿 Cash 嘅 PM。咁 Cash 咧就係一間由 Polyu operate 同埋一間 Edo Hong Kong 嘅 R&D centre 嘅。咁呢個 project 就係一個 Smart Mobility 嘅 project 啦嚇。咁其實我哋呢套系統咧就係輔助一個自動自動收費嘅。咁我呢套系統嘅好處就係話佢由嗰個車入車場到離開到收費咧，完全冇需人手參與，唔需要個車主或者需要去開閘嘅。咁對比出邊而家系統我哋好處，其中一個最好嘅好處就係話我哋嘅穩定性更高嘅。一般市面上而家系統最好嘅都係做到90%嘅，但我哋可以超過99%嘅。咁意思即係點？譬如有3號如果一個一個管理嘅系統咧，每條10架車啊，每一個我哋係幾多個搞錯嘅？側邊金色，因為每一次錯咧都會造成停車仲太長，因為嗰個停車俾我哋減少時間，減少咗10個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話，而家大多數嘅existing嘅系統咧，佢都要喺地面買一個 loop 電嘅。咁因為佢係賣喺嗰個地呢個地面咧，每次呢個 loop 電啦出現錯誤，都要維修，都要掘呢個地面，掘呢個地面維修咧。咁呢個造成嘅問題就係話，掘呢個過程之中咧，個地面一定要運行，因為要行翻去嗰個波啊嘛。咁我哋呢套系統完全聽埋技術，就冇需要呢個 loop 電啊，亦都唔會造成因為維修呢個 loop 電啊咧，造成呢個停車場。咁第3個好處咧就係話我哋 care 成一個乜嘢啦，咁呢個有實成咗 camera 咁常偵測，譬如話你 camera 有水有塵或者開個錯誤咧，我哋會用 AI 檢測呢啲錯誤，跟住 send 個 warning message 去車上管理人員咧去做呢個口令嘅。咁當然我哋呢個 project 已經落地，因為我哋第一個客同埋邀請法庭香港大家都知道邀請法庭嘅，咁我哋同佢合作，咁呢度拍公司就係合作，咁第一個人會應該係邀請法庭。佢透過啲 app 咧，譬如話你登記有嘢完係啦，咁咪自動收費成個過程就唔使嘅。多謝大家嘅。好，之後我哋有聯遠科技去介紹佢嘅cyber security方法。我係聯遠科技嘅一隻。其實網絡安全咧作為國家重要嘅戰略領域啦，其實當然香港政府做好多嘢啦。咁網絡安全條例、關鍵基礎措施，甚至乎DPO 出嘅 GP 計例，都係推進緊中資嘅網絡安全落地香港呢樣嘢。其實係啦，聯遠科技咧其實作為中國第一間做 endpoint management 嘅廠家咧，其實已經20年。咁其實網絡安全咧，其實有時好抽象，話cyber security everywhere，聯遠科技其實呢一條先進嘅地方在於，無論係我哋香港公職部門嘅人員，或者大型嘅金融機構嘅同事咧，我哋嘅 PC、laptop、IoT device、face recognition、HA 嘅心跳機 everywhere 都有機會成為 ransom 嘅入嚟嘅一個渠道嘅，係啊。咁所以聯遠科技就係少數全球可以做到頭先提到嘅 PC、laptop、desktop、server、IoT device、mobile device、tablet 所有嘅一體化嘅防護，可以做到身份嘅安全啦、隱私保護啦、身份認證啦，同埋 protocol control， 咁所有嘅 AD 病毒甚至乎未知威脅嘅防護，呢一體化可以做到，咁亦都算係全球好少數可以做到咁嘅程度嘅 endpoint security 咁可以去講多句唔好意思咁未來香港嘅警務處所有同事嘅台頭機 laptop 同埋而家中銀香港所有嘅 overseas 出差嘅員工同事嘅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都係用我哋呢套 system。Yes， 中銀我哋同埋香港警務處所有同事嘅台頭機都會係。OK，thank you。好，咁嚟到我哋春季年誌展方面啦，我哋今日都有5位各有特色嘅展商嘅。咁首先係 EC Innovation 帶嚟佢哋嘅 EC 循環器，咁 Jason 可以介紹下。大家好啊，我係 EC Innovation 第4個部門。咁咧今日好開心咧，同大家介紹我哋嘅 EC 系統。咁其實咧，我哋所做嘅啱喺頭先我要10年後，咁咧呢個就會喺度好難。咁但係就每日咁其實咧，我哋都嘅 AI 都先係針對唔同嘅種類、市場化、客製化我哋，最終咧帶嚟幾樣嘢嘅，一方面係屬於嘅標準，第二樣嘢就係減少好多基金成本，第三樣嘢就係咁喺融業嘅環境同埋喺但係喺香港依然係好難獨自
前咧，我哋香港嗰啲客人包括有地下商嘅屋同埋啲國家嚟嘅。咁其實urban planning 啊，其實喺香港依家係一個越嚟越多嘅大廈咧係 urban building 係 residential building，都見到大量嘅浴場啊等等嘅咁樣嘅隨之而嚟大量嘅浴場。所以我哋嗰度咧就係呢啲追求嘅水，即係你個唔單止係大嘅，亦都為即係我哋講咗我自己係9年或者10年帶嚟好大嘅貢獻。咁呢一部分咧，我哋亦都開始從電腦能帶嚟嗰個失敗喺農業嘅層面都開始發揮住呢啲。我哋有研發，我係咁乜嘢環境嘅。跟住落嚟係我哋中影，咁跟住落嚟係中影以國際科技帶嚟嘅全息智能音箱 ，Andy 你可以介紹一下。好，你好，我们是中影的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总公司呢是在北京，然后香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业务的拓展的这个方向。对啊，熊猫这里边其实现在还是有，然后我们的熊猫是另外的产品。对，今年的这个春季电子展，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轻量化的一个电子产品单品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新的一个 AI 数据音箱啊，这个音箱呢，其实它只是接入了我们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包括像我们在用 DeepSeek 然后 Pro 都在使用，然后呢，它其实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沟通回答的。像我们在和 B 端合作的时候呢，是解决了一个痛点，就是像在医疗或者说教育方面，大语言模型是无法从公众的网络上去抓取我们这个信息有准确信息的。但如果我们这个音箱呢，在技术上我们是可以通过外挂语言配置帮助客户去训练他自己的一个私有的小模型碰到我们的这个形象里，然后才帮助他们去进行，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企业介绍一些咨询问答等等的这些环节的时候，可以有更准确的一些信息然后里面的形象呢，可以去随时去切换包括您特别看到的就是像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熊猫的形象这样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就是它的一些介绍等等这种对，然后还有这种小的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种小的音箱可能更多的我们把它定位变成了一个电子手办的这种感觉，然后去面向学校然后就是 AI 教育这方面去进行孩子们的一个陪伴以及这种直接教学谢谢对谢谢咁跟住落嚟係 Cybernet 展出嘅高海拔模擬語式嘅題材，你可以介紹一下。各位領導，下午好，我下面介紹一下我們是來自德醫香港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的，我們主要做呼吸健康這方面的醫療產品和其他的保健類產品。這是我們目前推出的最新的一款產品，它可以模擬高原環境，然後通過模擬高原環境獲知身體的狀態，通過不到10分鐘的一個測試就可以測試出來我們適不適合上高原去旅遊和工作目前這個產品主要廣泛在使用在我們對國家的沿江幹部的這個高原健康的這個服務支持上。我大概演示一下，就是進入到這個系統裡，可以通過我們個人的情況輸入很多數據，包括還有一些病史進到這個对，它需要具體性才能進到下一個界面。進到下一個界面，它有3種方式一種就是我們自駕遊上來，還有一種就是坐飛機。這種飛機我們分不同的高原的每個機場的特性這個就是我們可以放在一個是旅遊景點，然後再一個放在我們比如說我們香港的一些支持旅遊的一些場景便於我們適合用它來進行一些高原反應的一個篩查。篩查之後，它會有一個報告，有這個報告，我們還有一款設備。對，如果有問題，我們還可以用我們的設備進行訓練，做高原運行的訓練，那是另一款設備對，感興趣我們可以試一下。
接落嚟係東莞語言智能科技帶嚟嘅3D 全息公司。好，你可以介紹下。大家好，我係東莞語言智能科技嘅 Will。咁我哋公司嘅品牌名咧就係語言 Toys， 就係我呢台設備上面顯示呢個嘢啦。咁我哋係全國最大嘅3D 全息設備嘅製造商之一，主要咧就係致力於為商家引流，提供更多嘅價值，創造更大嘅價值。咁我哋嘅設備咧，由單台最細嘅由10cm 到最多可以做到300cm，可以用喺室內或者戶外，亦都可以併接到比如話100多米嘅3D 全息櫃。咁我哋主要嘅應用領域咧就有3大類別。第一樣咧就係我哋而家睇到嘅20到30cm 嘅小米底品類嘅產品，主要係用於底品廣告展示同埋一啲消費類嘅產品。第二個咧就係項目類嘅，可以做3D 全息具體。咁第三類咧，我哋都有可交換式嘅 AI 全息數據嘅一個1:1嘅等人像嘅一個全息表象。咁相信咧未來咧，我哋亦都可以更多嘅商家去結合，創造更大嘅一個空間。可以做到1方多嘅，都係冇油嘅。我哋用嘅嘅產品都做咗一個技術，而家唔需要你講你個頭盔，揾你嘅價值。Android 同埋軟件都有免費嘅，呢個係方便啦。咁最後就係嚟自新加坡嘅 Reflect Technology， 佢哋會帶嚟呢個虛擬全息嘅體驗。Mr. Joe, please. Hi everyone, my name is Gerald and I'm the COO of Reflect Technologies in Singapore, where we de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sports us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gamify and to shift digital sports into the digital space.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sporting federations, our goal is to push more sports into the Olympic esports games. So one of the greatest examples of this is Virtual Taekwondo. With Virtual Taekwondo, we partnered up with World Taekwondo Federation, and with them we managed to hold the first inaugural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November 2024, and they are on track to go to the Olympics esports games in 2027.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today because I believe this technology is very applicable to the spaces in education, in physical fitness, as well as entertainment. What you see here is a demonstration of our virtual boxing game. This, as you can see, it's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virtual technology with the VR headset as well as our proprietary motion capture technology to see them wearing a 3D axis. So let them run a demonstration and see how that goes. And hopefully, if any o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having a play, please don't be shy, alright? So I do apologize for a bit of delay. I think it's also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electronics that's around the area right now that's really turning on. So let us just go through a little bit of troubleshooting first.
calibration。我而家用緊我睇慢。Recon 咧去我個 WiFi 啊，去我個 WiFi。Alright guys, I do apologize for the delay. I think we managed to get it sorted out. Might be a technical issue with the router and the Wi-Fi we have here. So you can see the latency and how we're affecting the motion
and how students basically like doing. And this is how we actually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to push sports such as martial arts into the virtual space. One of the best advantages of localized sports is the fact that ultimately, despite the two of them getting their physical fitness up, they're not actually physically being hurt, they're not physically actually getting any damage themselves. And just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stats, one of the biggest injuries that you actually see, and one of the biggest stats that you see in sports is actually boxing, where about 90% of players actually end their career with some sort of brain damage.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where the virtualized space can help promote the sport without getting to the health. So that's regular sensation like we have the headset, we have the controller, as well as visual audio cues. This is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running around. You guys have to see where you're around. That one is connected to this one, is it? This one. Is it connected? No. Oh, it's not paired? Oh.
Thank you.
佢裝個一。